家好，歡迎收睇 ACE 全面睇健康導航。乙型肝炎喺華人社區並不罕見，但唔少人對佢嘅認識仍然不足。我哋聯同新州多元文化健康信息服務，訪問咗李超浩教授，為大家講解乙型肝炎嘅基本知識。乜嘢係乙型肝炎呢？佢係點樣傳播㗎？嗱，乙型肝炎呢係英文叫做 Hepatitis B 啦嚇，咁所以有啲人亦都叫佢做 B 型肝炎。不過咧，中文咧我哋一般嚟講咧就話乙型肝炎。咁乙型肝炎咧，亦都係由於一啲病毒引起嘅。呢啲病毒咧好叻嘅，佢進入人嘅身體之後咧，跟住咧佢識得走去個肝臟嚟到揾個肝臟細胞去感染嘅。咁所以咧導致發炎嘅內臟咧就係肝臟，所以叫做肝炎就咁解啦。佢傳播佢係經血液傳染或者某一啲體液傳染。第三咧就係密切接觸。咁呢啲咧就係傳播嘅關鍵。李教授指出，乙型肝炎嘅症狀分成急性同慢性兩種。即係一般人最初感染嘅時候，佢就出現急性嘅乙型肝炎，咁就會突然間會有好多病毒嘅症狀，譬如都係嗰啲發燒啊、好攰啊、或者係頭痛啊。但係有個特點咧，就係因為佢影響個肝臟，咁所以咧好多時佢哋會出現黃疸呢個情況。咁同埋咧小便嘅時候咧，啲尿液咧就會可能深色咗啦，同埋大便咧就可能淺色咗。慢性乙型肝炎咧就比較棘手啲啦，因為咧佢仍然可以係冇任何症狀，或者嗰個人可能只係覺得耐不耐覺得比較攰啊咁樣。如果驗出咗乙型肝炎之後咧，咁尤其是如果嗰個病人係冇咩特別症狀嘅，咁一般都冇咩特別症狀啊，我要強調一點。咁所以咧又一定要定時定候咧去醫生度做嗰個肝功能嘅檢測。除咗話定時定候睇住之外咧，如果有需要咧，醫生咧亦都可以用藥物咧幫你控制個情況啦。記住啊，係可以控制而唔係根治。咁所以如果需要用藥物嘅人咧，佢可能成世都要用呢啲藥物嘅。雖然慢性乙型肝炎未必出現明顯病徵，但係仍需提高警覺，否則病情可能逐步惡化，最終演變為肝癌。下一集，李教授將為我哋作更詳細嘅講解。